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在路加福音、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17节。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17节。咱照以前的方法，就是咱的圣经节，咱用华语，我们用和合本来读圣经。讲在讲道中间，咱尽量用台语吼。路加福音第7章第11节到第17节。第11节，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。在城里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，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死人就坐起来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：“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”又说：“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”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以上，我们同心来祷告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伫周末的时阵，阮阁会当来敬拜你，这是阮的福气。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。但阮要恳求主，你来帮衬，因为阮要阁一摆来认目主。阮知主耶稣毋是干那诞生伫2000年以前那定，伊现在犹原阁活伫阮中间，甲阮现代的人犹原有关系伫咧。但阮知主你关心着阮，但是阮有这种种的情形，阮无一定会当真明白，所以阮透过圣经中间所讲的，要阁一摆来提醒阮。求主你赏赐阮每一样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佮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爱阮知的家事。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一个月一摆的这个台语礼拜吼。咱渐渐要习惯用有台语的礼拜，有华语的礼拜，不管用倒一种言语的礼拜，拢是上帝祝福吼。咱的上帝是无受限制的上帝吼，所以你用倒一种言语，伊拢会当明白吼。咱若无啥听有台语的人，咱就咱拿练习吼，练习讲咱的言语是多元化的伊个言语吼。其实咱知影即个。言语若无共款，是代表伊背后伊无共款的文化伫咧吼。讲客语的人，客家语言有客家的文化，用台语有台语的文化，用讲国语的有国语的文化。不管讲哪一个都，伊拢有无共款的文化伫咧。你爱知影伊的文化时，你才会当入去讲伊的言语，才会当明白伊的即个对因会当更较熟悉吼。咱今仔台语内底要讲到咱耶稣甲现代人的第5讲吼。咱咧所要讲就讲较绝望的人，就是拄啊圣经所记载。咱即个系列拢总有10讲伫咧吼。咱要讲耶稣，毋是干那新约迄个时代那定，伊嘛毋是干那知影以色列人那定，伊甲现代即种复杂的即种情形内底嘛有所帮衬吼。咱已经对几个方面来看，咱已经讲过较罪人、较病人。甲劳苦的这大众，甲孤单的人，今仔要讲的是第5讲吼，就是较绝望的人。然后咱后壁佫有即几项，拢总有10项伫咧。我毋知恁佫会记你以前讲的无？因为咱1月15讲到较罪人，第2月29讲到较破病的人，3月才讲到即个劳苦的大众吼。甲在即个孤单的即个人伫咧。但我感觉内底上界对于咱人应该有较帮衬的是伫第1讲内底中间，因为咱人拢是罪人，咱拢是无完全的人，虽然拢犯罪，但是咱犯罪到底是倒一种情形？你是当咧犯罪中间，还是你已经犯罪了啊？还是你知影我人是无完全，我是犯罪，但是我毋知要安怎？还是我哋已经无药通救，无药可救，到最后一秒钟啊，我敢会当上天堂？
咱用圣经内底讲到即四种的情形伫咧。耶稣对即四种的情形，伊拢要甲你讲，伊要帮助伫你。参像头一个，你若是定咧犯罪中间，就敢若你行奸淫的妇人人共款。耶稣甲伊讲，我无要定你的罪，但是毋通搁犯。然后可能咱家己已经咧做啥物代志，咱已经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时，耶稣嘛要安尼甲你讲伊无要定你的罪，但是毋通搁犯。第二个讲，你已经犯罪犯啊真重命了，就是迄个妇人人，伊就到伫耶稣的后壁，伫遐流伊的目屎流到罪到讲会当洗骹，好表示讲伊流足伤心伫遐流目屎。主耶稣甲伊讲安那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会当平平安安倒转去。主耶稣是看咱有要反悔的心啊无？你若有诚心悔改的时阵，你的罪就要得到救吼。第三个，咱讲的是迄个抽象的，即个腓力，伊坐伫迄抽象的所在。咱知抽象就是剥削咱家己的百姓的人，所以迄当时拢讲抽象的，就是有一个罪人伫咧吼，罪人伫咧。但是耶稣甲伊讲，来缀我的时，伊马上放下所有的去缀耶稣，所以伊知伊会当把握着迄个上界重要。说当今无定，你今仔日伫咱中间，你是还未信主的，但是你听见即个呼声伫咧，毋望你会当到伫主面前的时，你愿意放下你所有的，拢不管什物甜盘好，非你伊会当继续伫遐抽象啊，伊会当愈来愈好呀。但是伊无，伊就放下所有的，伊就缀耶稣。所以你若有即个把握着即个机会的时阵，你就会当得到救。最后是一个是甲耶稣咧定十字架迄个犯人，到最后1秒钟啊，已经定啊！我已经要过身的时，伊过来主耶稣讲，叫你就是伫你天国时纪念着我。耶稣甲伊讲呐，你今仔日要甲我伫乐园，就是你已经得救啊！所以到最后1秒钟的时阵呐，犹原有即个机会，因为主耶稣听咱。即个主耶稣毋是2000年前，现在嘛佫犹原伫咱中间哦。所以咱讲起甲罪人啊，咱家己讲破病的人，主耶稣手去帮迄个胎哥的人，长麻风病的人，主耶稣有能力甲伊讲好，我互你医好，你去互祭司看就好。主耶稣把安尼医好10个人，10个即个胎哥的人啊，但是对即个胎哥人，伊手竟然去摸伊，互伊得到医好。表示讲，即个主耶稣伊的即个关心伫咧。当然，主耶稣会当做这原因，就是因为啦，伊替咱定十字架，伊受着鞭拍，咱得到医好；伊受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伊毋是嘴讲来的，伊是实际有行出来，实际有做出来。咱才会当知影讲，伊真正是疼世间人。为着劳苦的即个大众嘛是共款，伊看见即个。咱人去互犯着鬼，然后去互鬼附身，然后破病，啊，这个就是呢，主要所用什么方法？伊怜悯因，伊就传福音互因，然后伊就甲因医病，甲因赶鬼，然后有当咧去用定十字架的时阵，伊嘛搁伫遐讲啥？赦免因，因为因所罪，伊毋知。伊受了遮尔大的，伊个我冤屈的时，伊犹原听即个啊。听咱这世间人的，所以这是对这个劳苦大众来讲，对孤单的时，咱顶回讲到一格拉森内底一个叫鬼附身的，这个鬼伫伊身躯内底讲，耶稣问讲：你鬼叫是啥物名？伊讲安那，阮叫做群，一群的群，阮是足侪迄个鬼伫这个身躯，所以这个人绝对非常的辛苦，无人敢和伊做伙。伊该养伫旷野的所在，伫迄个完全无人徛起的所在，你叫他用脚铐啊塑料甲伊扣掉的时阵，伊拢会让有力甲伊冲破去，因伊有鬼伫内底，有迄个气内底，所以无人敢近我伊，伊一人孤单伫即个旷野的所在时，主耶稣甲即个鬼赶出去。你当然讲我都无鬼附身啊，但是即个讲伊内底有遮尔侪个甲伊附掉的，表示讲安怎？就是咱有可能亲像安尼，你毋知有啥物物件捆绑着你啊无？你是毋是无办法脱离迄个丧亡？哦，我若一丧亡了，我就挺袂住啊！佮甲妈妈、爸爸那讲，我嘛是一定要丧亡。你甲我关起来，顶甲扭起来，我就去网咖。安就是你已经受着安那，受着即个丧亡，即种捆绑着咧。鬼毋是讲咱咧讲的即种鬼呐，
有人甚至会去安那去食即个药品、毒品伫咧，啊是做一寡明明爸母看做无好诶代志，啊你不可自拔，一直陷落伫迄种范围内底，你敢若去互一群鬼甲你捆绑着共款。主耶稣帮助你，主耶稣将即个有即一群诶鬼甲伊附身人，甲伊赶，甲即个鬼赶出去。过来众人看到伊诶时，伊是安怎？衫穿好好，坐伫迄个所在，恢复正常。主耶稣就是要安尼来帮助咱。今日咱要讲到即个绝望诶人，咱看见主耶稣，毋若咱拄仔讲诶遮尔侪代志，其实有迄种另外，主耶稣伫传福音面常常面对足侪绝望诶人。凊彩咱凊彩才经历到3个 case 伫咧。头一个是指约翰福音5章20到第9节，咱就报顶头咱拢有写着即个经节一个吼，咱倒转诶时会当家己平再看卖啊者吼，内底比牧师讲诶会讲较清楚吼，因为牧师是大致上提一下尔。底下讲伫毕士大诶即种即个猪仔囝仔吼，有真侪破病人倒伫遐，内底有一个倒38年啊。啊，伊显然是行动无方便的，伊倒伫迄个所在。为什么拢要伫毕士大即个猪仔遐？原来有一个传说讲，即个猪仔若咧开始咧震动的时阵呐，头一个跳落去，迄个人伊的病就得到医好。你想真诶假？一定是真诶，无奈等38年。你若头一个跳落去无好，伊爱其他人敢会等？袂等啊！迄是一个传说，讲有一个天使落来要救这个世间人，啊，互伊这伫遐叮当要跳落去，有影迄个人就会得到医好。所以因才有可能伫遐一直等。即人讲38年伫迄个世内底挺好，但是逐摆即个猪仔若叮当的时阵呐，伊想要落去的时阵呐，拢袂赴啊，别人拢比伊较早落去啊。伊为着安尼等38年，你若是伊的时，你会感觉你的人生有毋茫无？为着一项代志，你逐工等伫迄个所在，等38年，所以这就是这人生是一个无毋茫的人生，已经是绝望啊！主耶稣问讲：你要得到医好无？伊讲：我著见拜人来最叮当，我想要落去，别人拢比较较早落去，所以我逐摆都无办法。安尼一摆有希望，搁绝望，希望搁绝望，安尼过了38年。这是第一个 case。第二个 case， 咱看讲有一个讲肺痨。伊即个人的身躯内底，即肺袂止一直流，一个妇人人，伫路加福音第8章的所在讲，伊已经流12年啊。圣经中咱讲啊呐，讲伊已经将伊所有的即个在家伙拢安那拢总用去啊，但是伊的病竟然无好。但是听见主耶稣来，伊就要找主耶稣甲医治，所以主耶稣嘛面对即个12年内底。你的身躯一直咧流血，你会当忍受的。伊嘛毋是讲无去努力啊，伊找所有医生，遮找遐找遮，甲伊的财产拢差不多用煞，佫依然无办法。所以对伊来讲，伊嘛是一个绝望的人生。12年来底，我用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家伙拢用去啊，干那要为着互我的血脉流，我无办法拄着。所以伊嘛是一个绝望的一个人生伫咧。佮有闹去有即个鬼癫痫吼，癫痫就是迄个癫痫，大家应该知道，会袂当控制安尼，有啊，有人讲惊喙齿点咧去夹着迄种，啊，佮口吐白沫迄种，有去有即种鬼附身的一个囡仔，即个囡仔去有鬼附身了安那，跳落去海，跳落去水，跳落去火，安尼已经自残家己的即种情形下面。即个伊的爸爸看见伊的囡仔安尼，非常的即种毋甘得的，到处去找啊到讲，耶稣伫咧，我讲去耶稣无伫的时阵就找伊学生，找伊学生讲，你甲阮祈祷讲，互即个囡仔会当鬼啊附身这门会离开去，但是学生无办法，所以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记载伫马太福音17章，伊就来找耶稣讲。求你耶稣会当甲伊即个囡仔中间鬼甲赶掉，因为伊的学生无办法。咱看见耶稣，这是其中的几项啊！耶稣常常面对的是迄个，看到迄目睭就是迄种绝望的。我感觉人生无毋茫。我38年中间，敢若倒伫遐咧等这水顶，要头一个跳落去，38年等无。
我的身躯一直咧浪费，12年内底无办法断掉。我努力，我用我所有的财产，所有去要去为着医好，嘛是医袂好。我有即个即个癫痫的即种鬼甲附身，所以身躯定定会安尼，会安尼准，啊跳落去海，跳落去水里，跳落血内底安尼残暴自己的时阵，我去找你学生，嘛找无办法啦。但我已经成做一个绝望的人。耶稣面对这个是安怎？咱看见耶稣拢互因重新得到希望，因为共款这圣经在后壁拢有讲到。迄个登山38年要跳落迄个人，跳落水迄个人，耶稣问讲：你要得到医好？伊讲我都无办法呢。但是耶稣叫咱啊，你起来，甲你的褥子，就是你的袍啊，迄个你住伫下骹，你困的迄个物件，摕起来倒转去，伊个人就摕起来就行，完全得到医好。毋是讲我感觉袂歹呢，自我感觉良好安尼，无，伊是爬起来，佫会当摕物件，佫会去行的。是真正一个身躯得到医好的，迄个肺痨12年，即个妇人人安怎？伊知影主耶稣来，伊就毋茫讲，我都无办法求主耶稣教。但是我若去，我想伊有气力，我就甲摸伊的衫就好啊，免你甲我祈祷，我敢若摸伊的衫裤就好。圣经讲啊，若摸伊的衣服的穗子，就是迄秋秋的即种物件。差不多这衫内底上界还咪无啥关的迄种物件，伊个人去摸了以后，耶稣迄阵足侪人为着耶稣的身躯边，耶稣马上感觉有伊的能力走出去啊！伊就活起来讲：什么人摸我？学生甲伊讲：啊，遮尔侪人甲你跪，你当然嘛，大家跪来跪去，那你哪知影什么人摸你？伊讲无，有能力，有能力为我身躯安那走出去。所以这妇人人伊就出来坦白讲，就是伊。当伊摸到迄个时阵，安那伊的边连咪好去，立刻好起来，无甲佫老啊！耶稣常常带来互人即个毋茫的，即个伊的囡仔得到即个癫痫的即种鬼附身的，嘛是耶稣斥责即个鬼爱离开，伊就伫迄个所在离开。耶稣常常面对绝望的人，但是耶稣常常互人希望伫咧。今仔看这个圣经在啥啊？是耶稣面对一个死亡的，已经死的，所以耶稣伊毋若干来会晓医病，会晓赶鬼，啊，互人得到，互信的人得到医治等等，伊嘛有迄个权柄去太赢死死的这种关系，互人肉体的死亡哦，是肉体的死亡啊，伫迄个所在过啊。毋是咧讲你死了就天以后，你的灵魂伫遐得到永生，毋是咧讲的，是讲咱的肉体会当得到过活。所以，但是重点呢，咱今仔要讲重点，毋是讲耶稣显是有权柄，是要讲伊愿意也无愿意。我相信咱知影讲，咱伫对面上，咱看真侪人就有权柄的，但是伊要做好事啊，做歹事，伊要帮助你，也无爱帮助你。这份报纸定咧写着即个中国内底一个人代志，叫做薄熙来，你捌听着无？捌听这名无？啊，听你认真甲看伊即种记载，哇，这是土什么？土皇帝共款，伫重庆即个所在伊上大，伊竟然会使要这人死，就互迄个人死。啥物人对伊无好，伊就派人去甲即个组织甲整倒。我差不多随心所欲，就是讲伫一个小所在都有权柄的人，这个人若无做好代志，伊若是做歹代志，你看，迄个社会就足乱的。阿敏总统，捌听过无？乌干达的阿敏总统，伊有权柄，但是伊的权柄无用得好，伊对伊的百姓无好，害死伊的百姓才100万人以上，所以有权。是真好无毋对，但是有权伊显是好的人，伊是美善的，还是伊是残暴的？主耶稣有权无？有，伊会当互人死人过活，伊会当互人鬼甲赶掉，伊会当医病，伊会当这拢会使。但是伊愿意帮助咱啊无？这才是重要。这个人真有权无？阿明很有权柄，没有错。啊，我无关系啊，我嘛莫去拜托伊就好啊，伊对我袂偌好啊。但是主耶稣是管咱世界人所有的人，哇，你想袂掉啊！
伊是我的神，伊是我的主，伊若对我无好，我要安怎？但是咱看见的是问题点，毋是主要说有权无？伊有权无毋对，但是伊愿意来帮助人无？愿意帮助，主动来帮助咱即个世间人，佮愿意互咱有望无？所以讲，为什么有帮助还是望？有诶代志，咱知影，咱无办法，一定无办法讲啊！我著共款，因为今仔圣经甲咱讲，即个人死去以后，就主要说去甲伊活起来。啊，咱见人死，咱拢去求主要说，互咱活起来。啊，变安怎？即世界变做安怎？变做一个大家拢袂死诶世界。啥物会变呢？所以是讲，有互咱即个望无？咱上帝有上帝伊诶自然律伫，咱后壁较难去讲着。所以伫即个时代，比方讲，有一个官兵诶，特别是即个救助有官兵诶时阵。伊愿意主动来帮助人啊，袂，这才是即个重点伫咧。伊有互人有即个望无？圣经中间，互咱来记载，即啊是望啊，甲是应允到底是啥？主要说伊到底是安怎？咱今仔看伊圣经在中间讲，有一个拿因城，一个城。你若看圣经后壁即个背面，伊伫加利利省诶上南部的地方，伫拿撒勒诶迄个。东南方的所在，一个城，伫迄所在时阵呐，伫门口伊城门的所在，有两个行列相遇了。头一个行列是啥？是主耶稣，主耶稣甲伊学生，甲足侪个人啊呐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安尼哪行哪咧讲话。耶稣会向人讲啥物话袂？耶稣向人讲，一定是生命之道。要安怎，互你会当得到永生？要安怎会当将上帝听，互你知影？耶稣讲的绝对是即种，毋是伫遐咧543啊，咱来食啥物，来啉啥物好无？对耶稣的人无可能是咧讲这，伊是咧讲一个生命之道。所以即个行列的主角是耶稣，迄行列一定是安充满了望、喜乐、性命甲即个平安的。但是，佫有一个行列伫安怎？伫城门口已经断了另外一个行列，就是今仔咱所看到，有一个孤儿，一个寡妇。已经先生过身啊，伊甲伊一个，然后带一个囡仔，即个囡仔竟然过身，因等于送伊去去埋葬。所以你感觉即个行列是一个欢喜还是啥？伊是一个悲伤的，是一个死亡咱咧出山的种行列伫咧。所以即个行列内底实则是啥？是即个过身的少年人甲伊的妈妈是一个无助的即种寡妇伫咧，即个行列充满了啥？绝望、悲伤、死亡甲忧愁伫咧。当即两个行列相拄的时阵，耶稣的反应是安怎？耶稣甲遮真侪人三个做伙咧讲话是讲起这生命的道理，要安怎会当得到上帝听？要安怎得到永生？这是，但是去碰到一个行列是啥？是充满了绝望。充满了无望、一个死亡、悲伤的时阵，主耶稣安怎？咱看伫即圣经在中间讲你几啊项。头一个咱看见主耶稣看去，主耶稣看去即个寡妇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怜悯伊。耶稣看见是啥？耶稣看见即个寡妇伊的目屎，看见伊的悲伤，看见伊的无帮助，看伊的绝望。伫犹太人用真侪这规定伫内底有一项规定，就是查某人袂当承接伊的财产。但是伊有囡仔，伊有囝儿查甫伊的囡仔，若有诶时阵，安尼伊爸爸的财产就会当传互伊的囡仔。假使伊若无囡仔是要安怎？伊财产拢总没收去。查某人袂当承接财产，这是迄当时的一种犹太人的规定。是一种无公平的，但是迄个时阵就是安尼。所以圣经中间有讲到讲，一个人伊的兄弟几啊个，啊，即个先嫁互大兄，伊若过身，大兄若过身的时阵，即个阿嫂爱安怎？爱嫁互即个人啊，伊的弟弟，佮过身人啊，佮嫁互佮一个一直嫁落，因为安怎？伊才会当保守即个财产伫咧，才会当生来头一个囡仔，就是要互伊前过身的即个先生。会承接即个财产伫咧，这是犹太人因的规定。所以即个寡妇伊的后生过身，所以另外佫一个意义伫咧，伊伫即个社会已经绝望啊，伊连财产都无啊。咱一个成语讲啦，寡妇死了儿子，寡妇
伊个囡唯一一个毋茫囡仔已经死去时，伊啥物拢总无啊。若是无过嫁啥物事，当然就拢无甲伊一个人啊。啊，无人通趁钱，也无人啥。伫犹太人中间，连财产嘛无去，伊个财产得叫收倒转去。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，这是耶稣看见头一个。耶稣看到这时，耶稣就安那就怜悯伊。圣经在就安讲怜悯伊。所以伫咱看见伫咱前咧讲到耶稣甲即个劳苦大众时讲到，耶稣看见这百姓就哪亲像啊困苦流离，就哪亲像羊无牧者共款。这人安尼毋知活咧伊的意义，生命意义是啥物？啊，毋知爱去追求啥物？耶稣看着伊就怜悯吼。耶稣知影这人拢需要会当个甲帮助吼。耶稣看见即个寡妇的绝望，伊就怜悯伊。这是第二个耶稣伊的即个回应。第三是安那，耶稣就去甲即个妇人人讲，不要哭吼，莫哭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影伊刷落去要做啥物代志。耶稣知影伊要安怎帮助伊，伫迄个时候讲无得哭。因为耶稣知影伊要伸手来帮助伊啊。第四个动作，耶稣行向前的时阵，甲迄个光即个棺材即个，毋是棺材，光即个尸体即个呐，甲伊冻掉咧，甲伊徛掉咧。遮讲就是抬尸架。所以连即个妇人人，伊个囡仔死的时，嘛毋是缀伫棺材咧行呢，是一个用竹啊编起来一种架子，尸体迄伫顶头布盖起来，安尼若定，表示即个家庭毋是好家人，是真善起来，连棺材伊嘛无，就干那一个架子担架共款，然后尸体迄个然后盖起来，主要说去，甲即个光即个假的人甲冻掉咧。甲咱讲，主要说要冻啥物物件？伊要冻迄个流目屎，要冻迄个悲伤，冻迄种绝望的，遮拢总要照着安尼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冻起来。咱看见这是耶稣的第四个动作。然后耶稣就甲迄个死人讲安那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叫迄个少年人就爱起来。伊讲少年人，我甲你讲起来。迄个死人就起来，佮讲话，煞落佮讲话，表示讲伊毋是安那，毋是敢若迷迷糊糊安尼尔，是一定佮会当讲话安尼。这是一个真表示讲，是一个完全变做正常人的即种记载伫咧。咱看去主要说伊的权柄，伊先看去，然后伊就怜悯伊。怜悯伊的时阵，伊就要去帮助伊。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就甲即个妇人人讲毋通哭，然后动即个光即个架子的人，就伫迄个所在叫少年人，我命令你起来，伊就起来。咱看伊这是耶稣第五个即个动作伫咧。第六个动作是安怎？伊就将伊交互伊的妈妈。伊将这个少年人就交互伊的妈妈。你想，这个妈妈，这个寡妇伊安怎？伊绝对是非常的欢喜的，眼泪就转变成为喜极而泣吼。伊的这个啼哭变做哪？变做欢喜。伊的悲伤变做喜乐，伊的绝望变做有愿望伫咧。毋然呢，甲伊做伙遮个人啊呐，本来遮个人拢陪伴这个寡妇来时，伊嘛伫迄所在，大家就开始非常的惊奇。就归这荣光互上帝，伫个所在，因就讲上帝眷顾着咱伊的百姓。咱小想看觅，你感觉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有啥物代志会当比寡妇死的儿子更较无愿望？你差不多所有的拢总叫人动起，拢总已经绝望了。4月10号。发生一样代志。4月11号新闻下来，伫4月10号，像哪有一个家庭，一家3口，甲另外一个是即个家长的即个小姨子吼，就是即个因太太的妹妹烧炭自杀。内底写着伊的原因，讲因为因两个人的收入不稳定，
一个月差不多万几箍若定，甚至无1万箍。啊，即个是30、40岁人，理论上应该会使有时，但是为什么安尼我毋知影？还有一个囡仔伫国中，女孩子在国中上，前一天晚上还没下班的时候，因爸爸去好好甲伊的即个女儿载回家，讲厝里有代志，甲载回家，然后因就因即个爸爸妈妈甲即个国中女孩，然后甲即个小姨子就是因即个太太的即个妹妹，啊，即拢4个人。因太太即个妹妹是写讲智能不足，就是本身已经不是正常的人。这4个人就烧炭自杀。这女孩子呢，手中还抱了吉娃娃，一只小狗。所以迄阵的结果是4个尸体跟一只狗。就被人家发现了，真有可能因为也无写遗书，所以真有可能人猜测的是，因为他有100万的负债，这个负债里面包括有卡债，包括水电，包括电话下来呢，只有100万就将4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子夺走了。难道他真的没有盼望吗？咱的生命跟叫你呀不值钱。然后，这个女孩子有写了一个遗书，她写遗书是说，向她的同学对不起，没有办法替她办生日舞会。我毋知你若看这种新闻，你到底心内有啥物感受的咧？我头一个感受就是讲，真可惜，因无主耶稣真侪因的毋望。所以练得这么简单，咱感觉真无遐尼不值得，但是他就认为他已经绝望了。伊若搁等着参见这个寡妇死的儿子，还不是更较大，更较大的绝望的咧。你这个男主人死的时是43岁的款，女主人是30几岁，啊，无写着因有残疾啊。难道这个世界容不下有这样子的人有工作吗？我相信是有。但是伊为什么无咱唔知？但是永远这盼望永远伫咧。伊为什么这样亲生？何况这种代志，咱讲知影这是不对的事情。咱父母那会当对囡仔有种生命的掌权呢？当然无啊。小孩子只不过是托父母来培养他而已啊。你若家己要自杀，是囡仔会使免自杀啦。但是咱看见一个生命，上帝好不容易想出的一个生命，死的生命就安尼为着这么简单的代志，敢有影这么绝望噶？我唔知恁的感受是啥？我的感受讲，咱这个社会真的是生病了，需要有这样有拯救的这种福音在他们身上，因为因感觉无盼望，所以因就行这条路。主耶稣要带来盼望啊！后壁咱会看到一个圣人节，甲咱讲即个所有家伫咱身上的一切代志，拢是咱能承担的啊。伊个那你咧，敢若你咧挡袂牢时，主个甲你开一条路互你啊。但真可惜，伊毋知。咱今日看即个圣人节呢，咧讲到即个寡妇的时阵，结果是带来真侪即种主耶稣互伊一个愿望的。但今晚要倒转来问咱，你毋知感觉你的生活、你的感情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甲人的人际关系，还是你的工作，还是你的事业，还是你家己的这个身躯，毋知有破病等等这个无？还是你的心灵真正苦楚伫咧，还是啥？还是你毋知有这种有目屎、悲伤、无帮咱真绝望的死亡啊无？我毋知恁有安尼啊无？可能咱的学生计足侪，所以你可能敢若烦恼着讲我的功课，啊，甲是即个男女的即种爱情拄啊开始的时候，小可即个男女的关系啊，是伤害着咱。啥物时有产生这个问题伫了？还是咱较大汉的时，可能开始有即种婚姻，啊有即种家庭，甚至咧工作时，你开始有人际关系，有且种种写伫这顶头，有啥物代志，互你感觉真悲伤无？真感觉真无帮无助，感觉真绝望啊无？还是讲无够绝望，是感觉讲安尼，我哪会遮尔啊？无人会当帮助我无？
你毋知有遮个情形伫。你若有遮个情形时，你看去耶稣甲你有关系伫。耶稣甲现代人有关系。咱今日看即张，咱甲咱讲安怎？伊有缘要来眷顾你，伊有缘关心着你。即个伫拿因城门口等着即个妇人人，即个寡妇，伊死亡，伊甲耶稣有关系无？伊嘛无来救耶稣呢，是拄啊两个伫即个城门口等着，一个要入去，一个要出来，因为要去出城外去埋葬。即个耶稣是要入即个拿因城的咧，伊本来是无关系的咧，但是耶稣主动怜悯伊。去到迄个所在，甲动起来，然后要来帮助伊。所以耶稣嘛共款，今仔要甲咱讲，伊有缘要关心着咱。伊今仔日要甲你相见面，伊要看见你，要怜悯你，也要对你讲，毋免哭，毋通哭。伊要搁甲你换掉迄个台诗架共款，要将你这无好这物件，包括你的目屎、你的悲伤、你的无助、你的即种绝望，这拢总要甲冻掉咧，要甲伊挺起来。要带来是互你一个喜乐的，要将即个佫活起来，即个囡仔交代伫你的身上，将你的愿望佫倒转到你的身上。对即个寡妇来讲，伊的囡仔佫活起来，就是伊的愿望佫来啊。伊开始伊的财产佫有啊，伊佫有一个囝儿会当甲养饲，佫会当来倒转来换伊养饲共款，伊开始佫有愿望起来。主耶稣甲现代你来讲是。伊要互这无好命拢停起来，要互你的啼哭变做欢喜，互你的悲伤会变做喜乐，互你的绝望变做愿望。主耶稣伊会当医病，伊会当赶鬼，伊会当互死人过活。这毋是讲要互咱人永远袂死吼，伊无爱破坏上帝所设立的自然力。年纪大，咱自然咱就衰弱，然后最后咱就过身，咱就。结束伫地面上的这种的生命，这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的咧。主耶稣伊无要破坏，但是伊透过这时，互咱知影啦，知影讲伊是掌管着这个世界生命的主吼。但是伊疼世间人，伊愿意，伊嘛要来帮助你吼。但是你常常感觉你无办法，无这开来啥，就参像拄则咧讲，像哪有死个人伫迄所在烧炭啥啦，即句话其实应该诚做伊个帮助。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啊，这是华语的，咱做来读来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这个经节非常有帮助，背起来。1013，哥林多前书1013，他告诉我们讲，咱所登到试探呢、考验试探呢，都是我们可以忍受的。神不会叫我们去超过我们无法忍受的。但是你想想讲啊，我无办法，我一个挡袂掉，我袂使来啥？因为你无挖去嘛。你会当挖去，这下骹甲咱讲呐，有一条出路要互你啊。你若挖去耶稣，是挖去上帝，伊就要一条出路互你啊。你无迄个挖去，你靠你家己，你就感觉你无办法，你就开始有常常即种较灰色的即种想法，会伫迄个所在来出现。所以今仔日即个圣诞节，今仔日即个故事中间，主耶稣要跟咱现代人要发生关系，所以直接要问咱讲：你毋知有愿意将你的目屎、将你的悲伤、将你的无助、将你的绝望、将你的死亡来交代予即个主耶稣无？恁的愿意予即个主耶稣现在来医治、来讨帮、来解决你的问题无？如果你现在有痛苦、有重担，你嘛愿意耶稣来甲你解决，来甲你帮助先。我直接要邀请咱，你若当徛起来袂使，你敢若举手嘛无要紧，无需要为着恁祈祷。你嘛咱目睭，逐个人拢闭起，咱逐个目睭起，你搁一摆想看觅啊？
你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啥物感觉你有真悲伤的？你啥物你有感觉真绝望的？你有感觉你有啥物真无帮助、无助的？你愿意主耶稣来帮助你，来互你得到头帮啊！你若有，你徛起来，你愿意要甲你帮助，你会使徛起来，你嘛会使干那举手就好。乃让徛起来，已经是一个你的决意。我真正需要主耶稣的帮助。咱其他咱逐个人拢目睭开开，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，毋是别人甲你的关系，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你感觉你的生命中间有这样的无？主耶稣毋是2000年前的主耶稣，伊甲你现在永远的关系伫咧。伊要甲你讲，伊要擦去你的目屎，要讲你毋免哭，伊要将你的绝望诚做一个毋望伫咧。咱若愿意要主耶稣来帮助你的，就请你徛起来。咱逐人目睭开开，主耶稣牧师这个时阵要为着恁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看见你伫约略2000年前的时，你有遐个破病的、贵妇身的，甚至已经死亡的，这看起来全无已经无愿望、绝望的人，你互因带来了愿望。你医好因，你赶因的鬼，你甚至互看见这寡妇伊的独生囝，你就互伊过活。但现在徛伫主你的面前，而这青少年、这兄弟姊妹，因心中也有缘同款，有需要主你来投放、主你来医治、主你来解决的。主你知因逐人的欠缺，或是因受到冤枉，或是因遇到困难，或是因为这个悲伤的代志伫因的心中，靠家己的气力无办法。但是我们感谢，因为主你请做阮的帮助。伫这个所在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，献身的气力，要来帮助着徛伫你的面前的这个人。无论因遇到倒一种的困难，无论因有倒一种的目屎，无论有倒一种的这个冤枉，还是这因感觉无办法去对付的，我们将伊交代伫主你的手中。主你要来医治伊，主你要来帮助伊，主你要来投放因，互伊会当伫主的厅内面，重新有平安、有喜乐，甲因相甲做伙。主你亲自来帮助伫你面前，愿意求助你来帮助你的人。我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加济，我们感谢神哈。主耶稣早是要帮助连迄个已经过身的这个囡仔，就会当醒起来，伊其他日也要帮助着你。但是咱倒转来想法，主耶稣安怎帮助咱？主耶稣是讲，我今仔有遇到困难，我求主耶稣将我这个困难甲刷掉，还是互我有气力伫迄个所在来面对这个困难。主耶稣用的方法是互你有气力，因为你才会当得到成长，你才会当愈来愈勇壮，所以你才有气力去面对这个问题。你有得到帮助，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以后，别人遇到问题，你嘛会使去帮助伊。所以主要说，毋是甲你的问题刷掉，他拄仔迄个圣人在甲咱讲，伊要甲咱开一条出路互咱，互你会当承受着你所受的这个试探伫咧。咱若用这种健康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时，你就知主要说安怎来帮助你。你袂使讲祈祷说，主要说我等你请你解这个问题说一直无刷掉，主要你无听我的祈祷，无，毋通误会。主要说要帮助你。是靠着你，互你较勇壮以后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咱阁有一个问题嘛，有人已经捌主耶稣，咱已经知影是安尼。但是咱中间是毋是也有人毋捌主耶稣的？直接要甲人讲，主耶稣伊会当看见，伊嘛会当，伊会怜悯，伊也要对咱人来讲毋通哭，伊也要伸手，互这个痛苦、绝望拢总来停止的，因为伊已经承担咱的罪啊，伊要救咱脱离迄无好这物件时。咱若还未信主的人，你毋知愿意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咱来拍开咱的心门，有遮尔好的物件，遮尔宝贵的物件，你若甲求伊就帮助你，遮尔好，咱敢
敢要将即个遐尼好诶机会，伫迄个所在，白白互伊袂无去。咱中间毋知也未信主诶人，你听见有遮尼好诶主耶稣，伊会当帮助咱诶时，你愿意来接受伊做救主？若有，邀请咱犹原目睭开开吼。咱中间若也未接受主耶稣做伊诶救主诶，咱毋知有甚物人要来接受伊做救主无？已经接受的，咱大多已经做过啊吼，是也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，你若愿意，请你徛起来，啊，请你啊，无着举手，牧师要为着你来祈祷。咱其他人咱目睭开开吼，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伫圣经中间讲到，即个耶稣大有权柄，佮听咱世间人。你敢无爱即个遮尔有权柄的主来成做你的救主啊？无出来为着恁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现在徛伫主你的面前的，愿意要认主做你的救主，认你做伊的救主，要放弃伊原来或者所熟悉毋是真神的。愿为恳求主，你赦免以前毋知影所犯的罪，当伊认主做救主。求主你洁净伊的身躯，洁净伊的心，互伊用真单纯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。你就帮助着伊，互有一个正确的即个想法伫咧，互伊所做所讲的会当成做换心的人，因为主耶稣。你要请做伊的救主来帮助伊，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咱今日要搁一摆甲咱讲，主耶稣甲咱现代人是有关系的，毋是2000年前的，现在永远甲咱有关系。咱今日所看见是一个主耶稣对已经绝望一个妇人人寡妇，伊的丈夫已经过身，寡妇伊的。唯一的即个囝儿也过身的时阵，敢若诚侪完全绝望的。主耶稣主动关心伊，主动怜悯伊，主动甲伊讲：你毋通哭。主动伫迄个所在，将伊咧举即个伊的即个尸体，即个冻掉咧，然后就将即个少年人互伊挖起来，交倒转去到。是绝望的妈妈的心上，主耶稣今仔日嘛要安尼来帮助咱。伊常常看见咱的欠缺，看见咱需要，伊就动了主心，伊就要怜悯咱。伊要甲咱讲，你毋通哭，伊要帮助咱，伊要甲咱将咱这无好物件拢总扎起来，然后叫咱搁一摆起来，因为你要迎子喜乐伫你的心中。毋望咱会当常常将即个毋望下伫咱的心中，有这坚定的信仰、信念伫咧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世间人。主上帝，你就差遣你的囝，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到伫地面上，为着阮世间人定死你家，带来主的听，上帝的听。互阮逐人知影，也带来有永生的愿望。毋若永生的愿望，阮在生的时阵，阮就会当享受着即个愿望。阮会当靠着主的权柄，伫遐来赶鬼，伫遮来医病，甚至主你若愿意，就互死人伫遐来搁活。主你互阮的是一个无愿望中间的一个愿望伫咧。毋然呢，你嘛要互阮的悲伤、互阮的痛苦，会当转做是喜乐。阮为着这献上阮满心的感恩，毋望阮常常会记得讲，主你互阮的应允，就是加伫阮身上，而且所有的试探，乃是阮有能力会当承接的。主你嘛要开一条路，互阮会当承接着阮认为袂当承接的。阮感谢主你互阮即种应允伫咧，互阮搁一摆虽然有常常有绝望、有无助即种情形时。但是，阮因为有主耶稣的帮助，阮就搁一摆有迄个愿望伫咧，有迄个喜乐伫咧。
为着这献上阮的感谢，求主继续，互阮每一个人有这种活泼喜乐的心智的，常常仰望伫主你的这种帮赞，常常仰望伫主你的这种保护伫咧。我来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